爆米香是早期农业社会真普遍的死手啊，要爆的时阵呢，有嘣一声，而且还有香公公的香味。家己大拿到学校呢，用这爆米香做主题，邀请家己种米过来爆米香的农民，向这学生囡仔介绍台湾在地米香，也当了解到这米会当变做是什么款的物件。 农民摕稻啊，向学生囡仔来解说为切啊到白米的过程，让学生了解糙米甲白米之间的无共甲运用。家己园农会推广食农教育，邀请青农来学校讲米的知识，嘛用爆米香的方式，让囡仔来体验什么是美食加工。爆米香这个会使讲拢做少的啊，这是古早味吼，所以因这个食农教育吼，借这个机会，互因看到这个爆米香的过程，嘛是真好的。所以囡仔嘛拢感觉足趣味的。 小改米香的材料较功夫，解说较早农业社会米香的故事。老师讲，爆米香是较早农业社会的食米，今嘛咱用食农教育方式来传承，有声音以外，佫有香气，互囡仔哪食哪学，佫较有记忆。较早咱的小朋友可能会使食到尔，但是无我有看到规个过程，会使佫较了解到这个文化，然后会使知影讲咱的米其实是足珍贵的，会使变做足济咱生活当中的美食。学着安怎种稻仔的方法，佮食着好食的米香，佮听着迄声蹦的迄声真趣味。 学校表示，爆米香的过程对即卖学生囡仔来讲是一项真特别的体验。透过这个机会，嘛，互国小甲高中的学生对美食的加工甲文化有新的认识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